第二首係佛寶歌啊，好多啲佛教中學啊、佛教小學啊嗰啲小朋友大朋友啊，就都係焗住要唱，因為學校好多時候集會之前啦，佢就會要啲學生去唱呢首歌㗎。係啊，集會嘅時候，好啦，可能有啲人冇聽過。哎呀，點解冇聲 ？OK，我瞄咗，因為係廣告頭先。太大聲啊 ！sorry， 太大聲啦，我等我變翻。藍牙已斷開，藍牙已連接。點解會斷開啊？藍牙斷開又為什麼？唔知喎，唔知咩故障，可能我轉咗電腦。有冇問題啊？而家，如果唔係我就用呢個電腦。OK， 呢度唔夠光線啊，冇辦法。一天長夜宇宙燈暗，誰驅以光明？三界法則中，負前壁，誰制以安寧？大悲大智大空理，那麼佛陀耶，照那萬有陰積群生，功德莫能名。今乃至為此事，真正歸依處，盡應受獻生命，順受供奉行。好似高咗8度啊！唔得啊，成日都高8度。因為太低我唱唔到。係咪仲有啊？唱完未啊？竟然佛教歌都有人聽啊 ！Hello， 好笑啊！係啊，我就係覺得好笑啊！佛教歌都有人聽，我以為冇人聽。哎呀，好攰啊！就係鉗住佢先，我唔想攞住。咩先啊？睇下先啊 ，skip 咗個廣告係咪啊？仲有好多廣告喎 ，YouTube，sorry 啊。喺呢個時候，我只可以飲水。可唔可以再唱多次啊？過完呢個佛誕冇得唱啊，唱埋先。咦？咩啊？呢度啊？佛寶歌啊，作曲係弘一大師，作詞係太虛大師。人天長夜宇宙燈暗，誰驅以光明？三界法則中，負前壁，誰制以安寧？大悲大智大空理，那麼佛
為此是真正歸依處，像應受獻生命，承受強風下。頭先走音有粒字走音，緊張啊！不單啊！